3000万件，那有它有问题。14000万亿，那有它组合这个用，这个用用因素无空过的。当然，这所谓是因为很多其实伊过去受经济影响来讲，伊叫一声做无者啊，我念过去，我想念的过去是侮辱阿兵之节，这个侮辱阿兵之节，离佛道上来讲起来，这是一个足久的迄个时间，换成解说是严禁昆的进行的代志。哦，迄是足久的代志。我是上去认为啊，有严禁佛前，当然，这个严禁佛前当然，迄阵当中伊也未接受释迦牟尼佛，伊也未接受释迦牟尼佛，所以伊迄阵伊严禁佛这个时阵，伊就俾个菩萨，哦，这个显贵啦吼，显贵。以显贵菩萨，这个你眼睛会哦，这个显贵菩萨，哦，显贵菩萨，那个讲起来已经修得了这个究竟的，咱我把它讲出来。这个菩萨，因为伊对土地、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这个十地菩萨，但是修到第八地。这个究竟地，究竟地就是讲已经修过地马阿兵之节，那阮因为菩萨，因为修到地马阿兵之节一定成佛，所以这个时阵，因为伊叫做显贵菩萨，伊嘛叫做成佛。毋过呢，因为过去显贵菩萨当中呢，因为伊修到这个善事，伊的境界是足悬，伊的意义足悬，所以呢，因为伊当时。在菩萨当中呢，因为伊偌多物件，伊嘛有足多物件。你像讲是哦，迄个游乐园，哦，伊用迄个规律比较少时，伊用着因为啥啊？应付着的这个咱游乐园，伊用毒哦，这个龙破毒，你讲搞得起，伊用着那实际上实际上面，所以伊无去用那这个毒药，这个规律消去，各位游乐园。因这啦，到佛道拢是大方面，这个故事。那当然，其实这个菩萨，这后面修偌多，他偌多，我伊嘛做这，所以这同样是伊修到这个菩萨，因为有时去偌多头发这个所在，甲学着伊的哦，伊个佛法。我为当中，伊发偌多，这个发出拢有佛道。哦，打了了，现在说，什么现在我说这讲的都完了，这个人家话的老是怎样？哦，所以呢，就这样哦，当然这个当中，哦，这个头发讲，我这里要打了了，我这有技啊，本身你如果讲修学修这个哦，这个法，你一定要使用。哦，我知道我人那来重要，嘛爱我来看他去快来重要。当前呢，所以我就头发，不得啊，就是这个建议我们啊这哦这外哈，这个外个重点是说我们这个啊福州保卫哈，福州保卫是讲，这个保卫来这当中啊，如果你前日哦哪边快的，啊伊会很快，但是只要有他。下迄个条件，伊一定会完满你的这个需要。这不是来时阵，就是现在菩萨，就是来这个大家这个国王啊，为了发扬500英啊，这国王讲啊，你这个讲啊，因我是个大福音啊，哦，那安尼啊，你那在那仪式打的500英啊，然后就是我们的现在菩萨，到以前的这个你个头发，哦，按阮的时阵。我有听着讲不出声，那伊修到第八个菩萨，当然听着不出声，这是非常的欢喜，就才有讲当时这个佛经讲，好，
因为伊较到正常咱唔是这个所在，听到咧这个啦，讲不出声，因为伊出是这个欢喜啊，顺其伊的这个鸡皮疙瘩，不是这个不为物件，听到就特别喜，所以人这一定有相当的敏感。就他们对这个菩萨一听到不出声，伊是啊像不甲顶多尔，这是一个非常的咱个必须物件，他卡住。所以也是听到了，伊就开始咧就这样讲啊，这是所在，回家还是去，啊，你得去做。所以这认为了后，伊说无去过到这个活动头发，其中拄着对啊，拄着对公母讲明啊，我讲的这个一支的那青年的话。现在莲花、青莲花啦，吼，这种东西，其实这些青莲花是发光的物件，所以我觉得讲，你这青莲花吼，还变化，我这个观念，但你也是能改变。你讲嘛，你讲这青莲花讲啊，我这个结婚啊，所以现在结婚呢，这个中午啊，听就是这么一种啊，安尼啊，里面我同意吼，但是你两支。我袂当对阿姨，我是讲明，我袂当去结婚，所以我这两天我讲，你是哪去？啊，吼，这两个讲了会，如果你记到，伊就是咧，用的迄个规矩是哪，就是花瓣，所以伊用着伊这两个这别的菩萨的这个功力啊，我画了这个宝片啊，宝盖片啊，你若是看过。因为伊啊，它是不结，伊拢用的宝盖片吼，它的这水，它拢咧有迄个花瓣的吼，拢是咧花瓣变花瓣，迄看做花瓣共花吼，迄阵伫迄个印度当中啊，是拢用花瓣共花的啦吼，是流行的，所以把这一天天会弄来做成花瓣啊共花，所以希望这两个宝片啊，会当水着吼，这两个啊。伊是用了不来，所以头前我讲着不来的时阵，因头前有家人，伊拢把伊的三岁同啊，拢倒，拢规个迄个红豆呀，同啊覆盖起来，所以就加了这个名字，叫做啥？叫做恶生共火，恶生的从倒，不能大的，叫做恶生共火，因为看到他无把头前都有哪？有打地方把烟头头发都把它散开了，把那个头发散开，把那个家人给安起来，这三人安起来，你不告诉自己，叫做善法功夫，叫做善法功夫。这个不告诉人贡献，拢家属名的人啊，这个故事，这个种东西，别的佛的，这个显灵佛的，以本心所得来看的。都不行，我也会靠跳的。我讲，你这就会靠到跳。伊过来了后，伊就让结婚，但是你的名叫做哪？吉祥王婚，所以这当中，这吉祥王婚就是严刑部分东西啊和谐的名嘛所以这中间就是结婚的这可能，咱后头我的结婚的后边。就讲是所谓所以你只要无间境之前，咱讲的这个时阵，咱把这道位直接讲，咱做这个公案讲很了解。第一84000万斤那由他处分，这个那由他这个咱请了解这个那由他这里印度来讲的，这个叫做结这个那由他该怎么讲？就刚才讲的1000万斤的处分，1000万斤的处分，这个那由他的概念这个印度的话题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讲你18000万斤那由他处分，刚才讲的伊受因地时阵，每一个处分我拢无好交费。每一个处分我拢有重量，所以呢，这个重量有方法，
就是讲浓缩符合老就对了吼。所以这个东西啊，咱不得啊，伊对生活的，伊把伊过去修经这物件，讲我生活的了解，哦，我就讲者，我念过去，我修炼的过去，哦，无量阿弥之觉，无言念佛经，这道我就讲离言念佛的一节。这个无量阿弥之觉是一个足久足长的迄个时间，是134,000,000诸分，4000,000,000，迄个让其他人开始达到这个1的诸分，哦，这个了吼，啊，就讲每一天的佛，每一天的菩萨，迄个时阵我拢总无误会，我拢总着讲。世界上有这个无公会，哦，就讲我拢讲每一尊菩萨一尊佛，我拢是着会，所以呢，比较话，这个话题啦吼，咱看呢，当时杨武帝，好，杨武帝把李世石啊和李安，是不是安尼？这三李世石和李安，那伊当时杨武帝，这尊当时是一个。这阵当时迄个当中呢，哦，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这阵杨武帝应该嘛是一个公平不大。哦，这个时阵，这个咱问答哦，武帝自己父亲过世13，哦，这个哪段讲？武帝自己父亲过世13，你为什么有福？哦，啊那按照因故的来强调，咱就知影讲，当时这个言论。这个当时不得，伊所有离无量阿弥之觉，这是说你今日所修的物件，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所以伊用着一种个啊，我过去所做那条路，所做社会偌济的建筑，用到过偌济分，哦，拢无通过。爱情的不所谓，伊控制所谓，要变到会使所谓，要变到会使硬所谓，会使所谓怎么讲？后来咱这个就是什么？欲有有人，无爱欲食，如何屈食？忍受其，互相出境，所必攻击，我所供养诸佛，攻击，一分不及一，千万一分，乃至算所譬如所不能及。这个经典伊的攻击，伊的力量偌大啦吼！用有人，伊即摆就讲着伊过去分道。因为伊受经济的比如后边一段，因受其互相出现攻击，哦，用有人较不大有一个啦，这个用有人有后无势，咱一定来处理。因为对不得后边的啦，咱第二种物件后无法提升有后无势，所以不进化1000年，上1000年，无法1000年。后来讲无法10000年啦吼，不过1000年到10000年，我去管啦吼，反正是讲无法啦吼，你到10000年、200年讲无法的影响啦吼。啊，所以因伊当然伊进化，伊1000年、1000年到无法这个道经之吧，所以讲若是有人有后或者无法的时阵，爱处理，这个人对啦，咱好下好。这样人各位年轻人，用我们来讲，当地市民不一个几分3数公分，2000年前15人分，多减数人当地市民或者来讲，一定要这点人是怎样，就是咱这人的这点咱这里有法度做到遮，甚至咱这个能够做法，会当是听在一方面。这个人不是遐简单，讲到比较任何这个去泰国啊，去中国大陆，这个去请做。